好，來繼續來看台中後火車頭的附近有一間加油站發生着爆衝的意外，一台客停車準備要入站來加油，想袂到雄雄失控爆衝，衝入去加油站的便所，有4台機車互弄到，當時閣有民眾要去便所，加載跳走逃過一劫。司機的酒測值是0，司機講因為血糖傷低，甲油門當作是擋啊大力打落，才來爆衝。2台計程車要入去加油站加油，倒原的計程車白車先駛進前，後來這台黃色嘛對了後壁雄雄，衝對便所方向過，有一個鄉親危險跳走有閃過，抑過停佇邊的烏托擺就無遮好運啊，當場弄着，弄一個真正啊，規台車有搖起來，閣有聽到油門滴吹的聲。加油站人員驚一條趕去看嘛，隨報警。代志發生伫台中大智路的加油站，透早7點外，有真濟計程車排隊要加油，準備要接人客。想袂到有一個65歲姓郭駕駛，駛計程車衝入便所，當時有人要去便所，加載閃有開，驚險逃過一劫。有一個客人是停在這邊要上廁所的，他的也被撞壞了啊！我們昨天停在這邊上班的車子也被撞壞了。急踩油門嘛，然後就直接衝進來。他說他血糖太低。肇事駕駛自稱是血糖傷低，才去打着油門，加載無造成任何人的傷亡。這一個浪啟動着4台烏托擺，零件落甲滿世界，現場真混亂。加油站人員只好先踩一個擺仔甲圍起來，避免別人倚近會發生危險。警方初步調查，這位計程車司機無食毒品，嘛無啉酒，不過伊肇事的這個所在不是道路，無適用道路交通事故的處理條例，被弄到這個烏托擺車主只能透過提出告訴，要求民事的賠償。